今集咧，我哋再講下熱門嘅時事。早前美國對中國嘅商品咧係加收145%嘅關稅，最新仲有嘅消息話，美國可能會加到245喎。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宇宙賦予俾我哋嘅天然資源，例如呢個沙特阿拉伯啦，係好豐富嘅石油蘊藏；泰國咧，亦都可以生產好多稻米，而巴西咧，亦都出口好多咖啡喎。咁喺我哋中國就以製造業咧就最出名。今次加關稅會影響到全球嘅自由經濟，而我哋道家係講求生態平衡嘅，視天地人為一體，講嘅係道法自然。加關稅其實係唔係可以用道家嘅學說去分析咧，師傅？你加咗個稅收啊，不特止話會影響其他嘅國家，特別係嗰啲比較貧窮啲或者落後啲嘅國家，但係對佢本身嚟講咧，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。我哋啲出產商咧，亦都要提高個價錢。咁啊，去到你美國咧賣得好貴㗎啦，係。咁賣得貴嘅時候咧，你美國人啊，啲窮等人家咧，啊，佢負擔唔起嘅。尤其是喺食物、醫療、科技各樣嘢，你提高我哋嘅稅收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咁究竟係邊個負擔重啲咧？呢個關稅對佢哋嚟講，對所有貧苦大眾嚟講咧，應該都係好吃力，同埋會好生活得好辛苦，因為百物騰貴，啱唔啱啊，師兄？啱啊，啱啊！你而家搞到我哋買衫、買褲、買對鞋都貴幾倍，咁我哋出產商梗係要打埋個關稅上去㗎啦，所以賣俾啲美國人都要貴。咁你本土消費貴，嗰個物質上咧係影響。仲有一樣我哋道家講咧，每樣嘢係要和諧、包容同埋平衡。你就冇咗個平衡咧，就心態呢樣嘢唔好。呢個特朗普先生佢係玩緊嘢，佢玩佢自己個荷包，一時高一時低，啊，特登壓制你哋。我哋本土我哋出產國家可以賺少啲唔緊要，但係你哋嗰邊嘅商人，美國嘅商人一定要抬高個價錢㗎啦，因為佢要俾我哋要收翻個關稅費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害人咧就終害己。以道家嘅心態嚟講咧，佢犯咗一個好大嘅錯誤。一時間就抬高咗個關稅，一陣間又話放鬆。個原因喺邊度？你知唔知啊？其實佢就喺玩緊政治嘅手腕，另外就玩緊股票。哇！搞到我而家買對波鞋又貴，買乜鬼嘢都貴啦。但係痛苦嘅就係佢自己本身嘅人民。我希望佢能夠聽有人翻譯我今日嘅説話，叫積翻啲陰德。我哋佛家講係因果，道家講成負，而我哋世俗人講係叫報應。一時又話放寬，一時又有揦緊，究竟咩原因嚟？佢叫幕後啊，同佢嗰班財神、啲財主佬咧係玩緊個政治，玩緊個經濟，從中取利。美國加關稅對我哋嚟講咧，好似好遙遠嘅事情喎。咁其實我哋香港人又可以點樣做咧？咁咧，而家我哋俾人蝦嘅時候咧，我而家就要話一聲，喺香港揾到錢嗰啲有錢嘅人，唔該你試下攞筆錢出嚟，提倡咗教育喺企業嗰度，盡量用科技賺多啲錢。呢啲錢咧用喺教育嗰度，用喺科技嗰度，再有多餘嘅錢咧用喺慈善嗰度。你生於斯長於斯，你喺香港出生，你喺香港揾錢，你喺香港發達。今時今日香港係有危機，因為受外人嘅欺侮，你一定要支持香港，一定要支持國家。唔好講話我哋修煉就做神仙呢啲嘢，我哋生喺呢個世上係天地人嘅中間，我哋做翻人嘅規矩嚟做。咁我哋人嚟講咧，大家咧係要扶持